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4月2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头起先来关心，昨半暝啊2点21分地区翻新，花莲发生规模6.1甲规模5.8地震，震度上悬有4级，震央伫咧花莲县的近海，深度24.9公里。咱来听气象署的说明。这个地震因为比较靠近我们的北边，所以除了在镇江附近，包含像花莲的太鲁阁、花莲市，还有比较靠近台中的台中梨山，这些都有到4级的一个震度，包含我们的桃园三光，还有我们的新北市也有到4级。那人口的密集的都会区，像新北、桃园市、台中市都有达到3级的一个震度。地动七报中心表示，这2届地动是4月初3的地动尾。根据91的经验，上无爱3个月到6个月，这地动尾才会减少。这届半暝啊地动，气象署有针对13个县市发布国家级警报。为4月初3到今，地动尾已经有1300届，规模6到规模7的有5届，规模5到规模6的有62届。花莲地动摇未停，目前起的富凯大饭店也继续咧拆。那天丽池饭店经过评估了后，嘛打红单，但通水大楼拆煞就会甲拆掉。为着要协助灾后的重建，这内政部是要伫花莲成立重建辅导团。另外，目前地动的募款专案已经有14亿啊，这笔钱会提供受灾户生活补助。大港的饲小弟拆起甲真严重的花莲富凯大饭店，一定伫2礼拜内拆煞。天后另外一组施工工具到位组装27就当开始拆歪甲真严重的通水大楼。那天丽池饭店因为下骹建物毁损严重，梁条阁未支力哩，会影响四周围的安全。县政府已经打红单要拆，附近嘛开始封闭部分车道。目前2日拆那天丽池的整修围篱相关户籍，尾仔就会先囤2层楼高的土开始拆。目前是要排定去做一些强制拆除，预计快的话，我们大概是后天会开始进场来拆除。目前花莲已经有上100栋建筑打黄红单，为了协助灾后重建，行政院已经请内政部规划进驻花莲，成立维诺重建辅导团，也甲重建办公室。国土署也已经派人前去协助了解。不过有民进党立委是批评国民党立委部坤基用重建条例卡中央的资源，提出预算无法度发放给灾民。行政院长陈建仁讲，中央已经有增超过200亿的预算协助灾区重建。那我们已经盘点了所有的预算大概超过200亿，会跟花莲县政府继续来做密切的沟通，让复原重建的工作从现在开始就要来进行。到2日下晡4点，4月初3，花莲减灾募款专案已经募集差不多14亿，要扩大受灾者家属的生活补助，增加重伤者家属也是做伙大的人会当得到15万，或者是16万2的生活补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做伙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健保部分负担的薪资施行半冬了后，健保的收入增加21亿，民众看诊的费用平均增加200块。不过，去基层诊所就医的比例是加无到0.1%。专家表示，健保的薪资对医疗分级敢有帮助，目前看未到效果。再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卫生局去年处理9万件案件，64个客家警员平均一个人就要负责1400件。工课负担伤重，地数职5重，调单位的是头路的比率有8到4成。卫生局长表示，会讨论看敢要加急或者是加奖金。再来看自由时报，中南部昨上大雨，雨量前10名拢伫咧高雄。气象署嘛预测讲，今仔日是同款受到风面的影响，西半部会落大雨，尤其是中南部雨会落甲真粗，爱等到暗时才会较少。按后礼拜一是未来1礼拜雨落甲上少的一日。中南部落大雨也造成2个人死亡，彰化远远甲高雄的大庇乌园区，拢是因为树仔倒去跌死民众。另外，伫咧台南的安南区，中溪路2段的高压电缆去互雷公卡断，害当地300外户拢停电。
路边的枪啊，倒伫个车路内面，搁掉一台奥多麦。日落中昼，生sun的油菜伫大雨内面散花。经过分乡中南路一段时阵，路边黄花风铃树，其实连续几工大雨倒去，讲到油菜。最高机帮树抬开，把枪人拉出来，然后给予他的 给予 CPR、AED 等急救。油菜因为伤势伤严重，送病院了后宣告过往。同一天伫高雄丁清湖园区临时风园，案发的地点直接有封锁线，又有一个60几岁查甫人早起伫园区散步的时阵，路边悬的相思树对军部登去倒落来，查甫人互喊着，送病院了嘛是不幸死亡。土壤有这个目前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是松动的现象，对，因为这个降雨这个含水量过高，主要的根系全部都溃烂。那所以其实这一棵树本来就应该是有一些风险的存在，但是可能这个园区里面的树没有定期去做健康跟安全的检查。专家初判树啊倒去的主因是树根拢烂去，大雨是造成伊倒去上尾一个关键。园区停止开放，等雨较细了后会做全面检查。若是大雨造成死伤，累计嘛，互台南安南区长溪路2段早起有378户出现停电的事故。架空地线以及上下层的高压导线，遭受雷击而断线，而且我们的爱子、装甲爱子还有悬垂爱子都破裂而引起那个线路跳脱。都大声来，电话断三条的。单位讲真大声，互民众拢惊到。台电的人员伫大雨内面嘛随到场，但雨手段嘛增加抢修的难度，一直到下晡2点外才完成抢修，拢总复电。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的上尾一日，有和习近平见面。习近平讲，中美应该做同伴，毋是对手。若布林肯离开中国进前，有开记者会，伊批评中国提供军用品去挺罗西亚，害俄乌战争未收煞。伊阁指控中国少想要影响美国的大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个月来第2摆访问中国，最后一个行程就是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两国应该彼此成就，毋是互相伤害。45年的中美关系历经风风雨雨，给我们不少重要启示。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习近平阁指出，中美应该共同前进，毋是恶性竞争。阁爱言必信，行必果，毋是讲一套做一套。不过布林肯登去美国之前开记者会表示，若中国无停止向俄罗斯提供用来攻击乌克兰的物件，华府会采取行动。President Putin is using to invade a sovereign country, to demolish its power grid and other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to kill innocent children, women, and men. Russia would struggle to sustain its assault on Ukraine without China's support. 伊指出，中国是机械工具、微电子产品甲消化纤维素上大供应者。这产品是制造炮弹、火箭推进剂甲其他军民能用物品的关键原料。别说过，在用这物件强化自身国防工业基础。中国外交部是批评美国对中俄经贸正常往来无端指责是虚假甲不负责任的行为。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和当事方，我们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向中国甩锅推责，解决不了问题。另外，布林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时阵表示，虽然北京一直表示未干涉其他国的内政，不过美国已经看到中国是要影响可能干涉美国大选的证据。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美国的大学生伫校园发起示威，反对以色列，毋但去互警察强制赶走，这示威的行动嘛造成无共立场的学生和民众反弹，引起校园安全记录。亲像南加州大学就取消今年的毕业典礼，华府的华盛顿大学嘛临时甲期末考地点刷位，避免考试受到影响。对美国东华的中春田联名国大学到西华加州，拢有关以色列的学生团体发起这3样的活动。因的诉求除了支持巴勒斯坦，也要求学校甲周边的社区加入抵制以色列。
We came together to make demands on the university to divest the endowment from corporations that profit off of Israeli genocide, to disclose where our money is invested in the first place, and to stop over-policing and collaborating with the LAPD to target pro-Palestinian student organizing, and overall to call for an immediate and permanent ceasefire, and to stop the genocide of Palestinians. 在连续多天赞写巴勒斯坦的示威了后，支持以色列学生也站出来讲话了。Majority of these people here are there to spread hate, aggression, violence against the Jewish people. And I'm here to tell them that us Jews, we will not back down, we will not be afraid, and we will not be silent. 前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学生团体发动透明的查验抗争，传出100多人被抓起来。随后学校甲示威者达成妥协，抗争的民众同意撤掉大部分的布棚，并且限制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会使离开这个布棚的地区。不过，有关了其他学校发生正常的校园活动，封干了进行。南加州大学为了安全的考虑，临时宣布取消2024年度的毕业典礼。由今年大学部毕业的学生，第4年前的高中毕业典礼，正拄到新冠病毒疫情逼迫来取消。无受到大学生涯最后一场活动也无法来举行，互学弟学妹因也感觉时真唔甘。These are like the students from 2020 who missed their high school graduation, and now they're missing their college graduation. That's really messed up. 根据美国 ABC 电视台报道，除了美国大学校园连续出现反以色列的示威，并且拖到法国这欧洲地区，哈马斯发表正式的声明，除了谴责欧美这各国政府违反人权，加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抓起来，也侮辱这示威学生是未来领袖，打压这学生一定会向欧美的政府付出代价。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镜头转来到国内媒体人帮公馆作家张大春等人，因为发表言论，互依照刑法的公然侮辱罪判刑，因这期安尼是侵害言论自由，申请释宪。宪法法庭昨有作出合宪的解释，不过适用范围要缩小，认为这公然侮辱罪应该去看个人的名誉权，或者是对公共有正面的价值，才无违反这宪法的言论自由。媒体人帮公馆捌因为国庆晚会音乐剧开价2亿3千万，批评迄当阵的文件会主委成地人是人渣公务员，恐怕拘役20天会当用罚金代刑，已经要去坐家表达不满。视线的这个东西，他就是说，就是言论再怎么激烈，都应该被容许，尤其是在公共事务上面。在骂的就是这些牵扯到2亿3千万的这个梦想家的事情，一出戏。就花个2亿3千万。不满伊发表言论，就妨照公然侮辱罪判刑。帮公馆这个侵害宪法言论自由提起释宪，共款认为违宪的，阁有作家张大春等人拢提起释宪。依法公然侮辱会当处拘役还是罚金？若是强暴犯刑，上当处1年徒刑、拘役还是罚金？这种罪是合宪，但是这种罪如果是说不需要把它刑法化，你可以除罪。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不需要把它用这个刑事处罚，你可以透过民事的损害赔偿，那是修法把它除罪化的问题。法务部主张公然侮辱罪合宪，保护的是名誉权。宪法法庭审理了后，26日做出合宪的解释。不能只看语言本身是否有贬损他人的名誉的性质，就直接来判定，应该从他整个言论的表意脉络做整体观察。只因为言辞文字的用语负面、粗鄙，就一律处以公然侮辱罪。宪法法庭认为，这会使系争规定变成了脏话罪。宪法法庭认为，公然侮辱罪应该看个人的名誉权，也是对公共正面价值有益的范围，才无违反言论自由。另外，有人声称裁判宪法的部分认定原本来将新判决违宪，废弃发回。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网称伫面册直播甲资源班的学生踢笑，引起网友的不满。虽然这个网称有录影片会失礼。不过，有合作的厂商拢和伊解除契约。有国校辅导主任就讲，有真侪人对资源班有误解。事实上，这资源班是针对有特殊需求的囡仔，提供符合需求的教学。因为资源班吗？不可能，我那么聪明，以我的智商。什么资源班啊？太扯了！你们班有人在资源班吗？没有，我们班一个问题儿童都没有。真的、哦？对他们班只有稍微不正常，但没有到问题儿童。
直播业务配合的测试，回应网友时对后生无正常。问对儿童来讲，这个主管班却只是一日笑。网络红人领导囡仔吃饱妈Sydney引发议论。这样子的字眼，对于家里有特生的家长，可能会心里面真的不太舒服。被这期踢球这个主管班的学生，网友发起抵制。到这阵为止，至少10间厂商发出声明，拒绝合作。都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就是很抱歉让大家受伤。我没有歧视或者是轻蔑、藐视任何，无论是资源班的学生，或是需要个别辅导的学生。Sydney 25深夜亲身录制影片系列，强调无歧视的想法，对着家己甲囡仔用词不当，感觉真失礼。国小的辅导主任讲，其实主管班是对有特殊需求的囡仔来提供这个适合的教学模式。不一定是学业，有些类别的孩子是他们的智能是很 OK 的，甚至高于一般的孩子，或是有一些社会技巧、人际关系需要老师做一些加强指导。辅导主任讲，入去主管班必须专业鉴定安置，而且多数学校是采用分散方式，也就是讲，特教生多数时间是伫普通班上课。这事件凸显出学生甲大众对着特殊教育需求的认识甲支持，也有真大应进步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的北中寮这条是山区，伫咧9日一大地震算断甲真严重。为协助中建的团体进驻，发展偏乡教育，设立册房，让囡仔下课有所在继续学习。这寡囡仔大汉了后，嘛提供新的活力。台语台青春咱的网下暗7点半来看这寡少年辈改变中寮，为家乡创造就业机会。轻轻讲树话，好咧，甲树皮厝起来做电锯。这是南投中寮农林所在地发展的工艺教育。杨柏顺从细汉伫遮大汉，3年前继承因阿公阿嬷从921地震了后设立的义务教育机构。该大项任务完成了后，伊甲所在转型，加做在地工艺产业的基地，请学生甲社区的妈妈做伙创造在地经济。在地真的是没有产业可以支撑，有薪水就是保障。所以，即便我再没有钱，我还是什么东西节约，一定要先撑过这段时间。但我相信机会慢慢的会浮现。同款是中寮青年的徐小婷，几啊年前伊离开水利工程师的工课，返来故乡，改造因兜的老干妈店，嘛串联在地青年，做伙为故乡尽一份心。伊嘛返去学校斗甲学弟学妹，因为伫高中的时阵，因主任的一句话，改变伊对故乡的情感。主任都会跟我们讲，其实我们只要有影响到其中的一个人，对他的生命或者是对他的想法做的事情有改变的话，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就算是达到了。你是嘛是啦啦队敢不是？系啊。你白龙早来讲。篮球、发球。是做哪个位置？你简单。虽然回来自己的故乡落地生根是应该的事，可是10年前你不敢想这么远。10年过去啊，你加压落去的这个经济。伊嘛是飞世界，飞去陪咱家己的故乡、家己的土地。当一代偏乡教育改变中寮真侪囡仔的运命，当出现新的挑战，离开故乡的少年人嘛，互这个土地情感叫回来。因希望互故乡变甲更较好，或者家做会当好好生活的所在。记者洪条成、吴一修综合报道。为着要表扬高领袖成就出众的艺文工作者。国艺会2年会办一届国家文艺奖，昨伫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办第23届颁奖典礼，要颁予4个得奖者，其中也包括歌戏的人间国宝小咪老师。国家文艺奖是国家级的奖项，拜五举办颁奖典礼，蔡总统准备礼物感谢得奖的艺文工作者对台湾的贡献。其中歌戏的人间国宝小咪老师是这届其中一位得奖者。伊做歌戏超过1甲子，伊讲为着文化传承的使命，互伊袂感觉忝，嘛无时间变老。要学这功夫都安尼无真实吼。阮的这个尽量传予因。希望恁毕业出去咧，都要阁继续传落去，或者歌戏的文化永远万年。
第23届国家文艺奖各奖4位得奖者，除了小米老师，也佫包括作家夏万那破案、艺术家梅定演和纪录片导演刘翔。其中刘翔捌拍过城市的远见和农村的远见等等，伊关注台湾文史和社会议题，希望用镜头来看世界，正做咱反省进步的基础。台湾不是只是在孤立在一个小岛上面哈。我们越是在一个小的地方，我们的视野应该放得更宽广啊。那常常我们可以从别人学到很多东西。另外，今年嘛是蔡总统最后一届以总统的身份参与颁奖，伊希望讲这个奖未来会当继续鼓励艺文工作者，用因的创作批判甲思考，让台湾愈来愈好。我要再一次代表国家谢谢各位得主，以卓越的艺术成就、专业的学养。还有无尽探寻的精神，为台湾的艺文环境带来深刻的影响和贡献。我也期许这个奖项给大家更多的勇气，继续无尽探寻，继续找纽斯的灵感。国家文艺奖办到打要30年，计共产生122位得奖者。文化部和国艺会嘛拢希望这些得奖者会当成做咱后一个世代的典范，鼓励愈侪人投入艺文工课，让艺术成做台湾走向世界的一张重要的美事。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行政院宣布，甲5月19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民间团体也刷落去举办白色恐怖记忆影展。甲43年的白色恐怖要讲互更较侪人知影，希望透过影像反省历史，成做转型正义的力量。伊就甲我讲年底有一个户口普查，叫我爱来等安尼。我们等一下载你回来，等一下就没回来。门口有4个宪兵在等着我，然后4个我站在中间，他们一路把我护卫到这里来。这政治受难者用日常的口气讲出一段沉重的过往。台湾自1949年宣布戒严开始，进入43年长，侪人受迫害日子。为着要让更较侪人认捌这段历史，新台湾和平基金会举办影展，除了开幕片是上经典的1994年超级大国民，也有不少新世代作品。主办单位表示，望用无共世代看白色恐怖的记录，来参大家讨论交流，用影像反省历史。少年世代若无了解过往的历史，少年世代伊要安怎去了解做一个台湾人存在的意义甲价值？有的人可能无爱读册，无啥爱看文字，但是电影少年人的接受度比较高，所以我们希望用影像、电影的方式，把历史记忆再传递下去。白也是当时政治受难者的李玉认为，这个过往唔那是家己的记忆，嘛是全台湾的记忆。影像是一个真适合和少年辈沟通的方式。不过，伊也指出，用影像记录历史的方式，应该更较积极去做。2007年拍过白色恐怖的电影了后，中间的抗白10年里的返校都出现。流麻沟15号才佫出现。台湾和平基金会表示，因为感受到无共世代的历史记忆断层，除了举办影展，因也希望会当将这个影片推送去校园内底，让少年辈了解课本内底无一定有写的历史。因也表示，未来5月19白色恐怖记忆日进前，嘛会举办类似的影展，反省过去白色恐怖的历史，期待变做促进转型正义的力量。记者刘新武、林奕良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方面甲西南风继续影响咱台湾，天气同款是真无稳定，各地头落雨几率拢真悬，可能会透风落雨，阁会单雷公。西北部地区甲偏乌金门马祖会上大雨，东半部雨较低，敢若落沙沙仔雨。若中南部地区就要特别注意啊，雨会落甲真粗。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22度到29度，中部地区21度到29度，南部地区21度到31度，东部地区22度到29度。
外岛地区19度到25度。搁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